我是安妮嘞，我是料理先生，我好煮菜，也好交朋友。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的距离。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我的感动，还有我的愛。我是小虎，從這道菜，我親愛食好食的東西。故說我對料理同煮食都有興趣。我可以見日式烤肉店，大擺我看到日式都好食的東西，表現出滿足的表情同快樂的笑容，這就是我親歡喜的事情。歡喜分享是一個有關愛和分享的分享。我哋今天帶定歡喜分享出發，去拜訪台灣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假使有看到我哋，分享人嘅食材，希望大家做得讓我哋共下來歡喜盼作哦。歡喜出發了，祝紅海大del是。好朋友夾夾來，愛唱一首紅台，大家共下來大del是。到台灣有1100萬3個基層勞工，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忙嘅付出，唔講風采。熱曬，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我哋今天出發，去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來為散忙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我工人呢，一盼做有人要來嘿。唔會啦，要當行業工人嗰隻行得無限。啊，咩睇下就用了哦。要期期咩呢？我第一日就行業啦。係啊。工人嗰隻時間貼嘅無限。啊，你這個吃可能哦。都係。我平時放水。捱到來到廿邊，我來盼作。就去駐管消防處嘅大號用體室。訓練科通報有關那個到案駕訓第1梯次到第3梯次，龍員工我們派2名。各位弟兄，我們來了。請入座，請入座。我們今天就參與你們的工作的。好，沒問題，沒問題。我是考那個警察大學，4年畢業以後就分發到桃園，那才派到分隊當分隊長這樣。消防的工作它是充滿危險性，那因為我爸爸也是義消，那我哥哥也是擔任消防的工作啦，那有受到他們一些影響，所以才來報考這樣。大家當然沒問題的話，今天請教一個。剛就是我們每天早上例行性的勤前教育啦，我們都講勤教。再來最後就是要整理車輛、保養車子，然後器材的發動啊，一些保養，因為我們車子五油三水等等的這一些每天都要看，因為我們沒辦法容許任何一次的失誤啦。那我們今天來可以體驗到你們的工作嗎？可以啊，可以啊。我們今天排的勤務上面就是早上會去家務訪視。做一些宣導的動作，那再來我們會去水源查查，我們每個月都要去把所有消防栓都測試一遍，反正就是要隨時 stand by 的那個狀態。對，就跟我們早上發車一樣，車子不能出問題，那救災的時候消防栓不能，對，消防栓不能出問題。對。那這兩個，那還有嗎？再來的話，下午會排一個救護訓練，讓2位主持人體驗一下。我們主要是針對危急個案，就是即將要呼吸、心跳停止，要怎麼處置？這樣子的訓練啊，很重要哎。我覺得不只是只有他們需要訓練，我們都要訓練。
对啊像你哪一天你怎样了，我就可以什救你。么什么什么，不要指向我好不好？真的要用到的时候，一定是你最亲近的人，啊，有可能对。最有机会就是用在你家人身上，所以你学到这个技能的话，可以救你自己的家人朋友。消防队员不只有救火，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项目。没错就你刚才说的这一些以外，还有些什么吗？包含一些为民服务的部分，新闻报道会说什么捕风抓蛇啊，赶猪什么蟑螂啊，或是一些什么山猪跑我家，因为我们的人力有限，我们资源应该要摆在对的地方，所以消防队应该我们一直在讲要回归专业。哎呦，迪嘛，他们有没有青菜打119？我是打911，外面看太多。那他如果像他喝醉从楼上这样掉下来，跌下来，有点矮。是要打119吗？他如果还爬起来说再来一杯，那哦是靠这个频道。对，我知道了，我知道。如果可是已头破血流，经开始就一定要头晕了，赶快，然后已经看到红红的，那就赶快叫，就是打119。对。好，那这样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来体验。体验一下消防队的平常的生活吧。好。里面都如何看到迄警察的说就会市民兵火，要大火上体的。除了散人兵火以外的事情，比如讲火灾啦、水灾啦、风灾啦，上个都会上头是动到迄注意其他的事情。无，今日我比警察更加少，这是动出来过。那队长，你现在带我们去做什么体验？我们今天就是会做那个例行性的家户的一个访视宣导。对，那我们平常都是请就是里长伯帮我们带路这样。李仲棒，李仲棒，好，谢谢啊。今用的你先压给他拔开啊。好，拉草，向草。阿爸看起来很有精神啊。你多少8岁哦。 8岁的哎呦，懂天哦。对呀。贝贝，我们今天要来跟你宣导，就是那个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啦。就是我们在用热水器的时候啊，它如果没有通风，窗户关起来啊，热水器在里面烧啊，没办法完全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那个吸进去会晕倒啦。所以今天就是要来看一下你们的那个热水器，来看热水器有没有通风好啦。阿棒糖棍也糖油。有啦。啊，全部你就糖油哦，不能说会翻译耶。那第二个部分，现在在推那个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啦。那我看北北家里是没有，那里长之后可以帮你就是申请啊。哦呀，要用嗲的就说的啦。我们破坏亚装潢。对啦。北北扫墓了没？还没有。还没扫哦。那扫墓的话，就是这边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4不2记得啦。4不2记得。哎呀。插错莫乱写，验尸物莫乱登，致钱莫乱比，自拍的莫乱标，货款要记得灭拍，垃圾要记得数拍。佛事要讲是吧？还要讲一个。今用的你先你够厉害一点。好。北北谢谢。谢谢。在预防火灾的部分，我们做的很多，包含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装设。然后国中小团体公司的宣导，只要他有需求，跟我们时间不冲突，我们都会派同仁过去帮他们上课分享一些我们实际上这个避难逃生的经验。大哥你好，我们是高屏消防队，接下来我们请那个月姐跟那个我们小虎哥帮我们做宣导。要他还田呐，淹水路会不用到底度嘛？不用那底度啊。不用底度哦，给用细绳哦，生米，今后会留给压实路啊，晒都无保险，政府有3000元的补助，3000元哦，当然就2多啦，抢，像李仲棒，哎，李仲棒神抢就有，可以啦，拼哦，好，可以。也买了居家安全守护神也係火災警報器啦，要裝嘅包用嚴嘅做的，唔會破壞人家裝潢。要有鹽的時候啊，其實會嗶，要咩真布有布出一粒，然後佢安排平數可能要當大粒。咱咪就2度啊，請李仲棒。還有，壓下搶命會多嘅不是要注意基本要亮記得。唔應該咪出兩個就送禮物。繼續插草莫亂燒，煙蒂莫亂搭，鉗子莫必亂比，炮竹莫亂標。記得火勢鉗子都
冇必要亂俾人拿水嚟啲。過來就記得還有垃圾要帶走。哦，這個懂真懂得真懂真。來呀，你小鳳水準備一個茶壺送我們。謝謝啊，什麼，謝謝啊，謝謝。其實一擺大部分比較講嘅吼，大火係當重要嘅，二火係行較重要嘅。目定到吼事情發生嘅話，就負唔出嚟。故說一擺先頭，係當重要嘅。來，現在要做小心哦，小心哦。那我們就是一個月會把全部的消防栓去補查一次，這樣。總共有幾支這個280， 280，一個月280支。哇，平均每天要10支誒。特別細嘅時候，可能卡通影片嘅時候，可能講到哎查哦，因為北部街創嘅消防栓就噴出嚟，所以哎當先錢。基本上，吼，佢帶定嚟呢個大火嘅時間嚟講，也就係大火同啲救火嘅時候，你水查可能會冒水，啲水查一台查人不用落，1噸到2噸嘅水裡面，喺冒水就救唔到火㗎嘛。故所講一定要叫消防栓嚟補水，有人第二個叫消防栓，佢重要性暗錯，佢更加嘅東西，唔係講你大火嚟搞，基本上要見你大火嚟搞嘅嚇。哎，加油就離他一張。哎，你叫我做嗎？越期待你轉。我怎麼做嘛？對啦。剛才我們去體驗過了2項嘛。現在都中午了，你們肚子應該也餓了吧？餓了。對啊。你是懂台誰講嗎？這個都是。我們那個同仁開槍，準備大餐給你們吃。大餐？大餐哦。對呀。要歡迎你們！哇，貴賓來才有的耶，高規格哦。小虎，我有可能要叫這邊來啦。你剛剛去抬的，你是抬不會。不是很煩。哇，哎，可強，哎，你就是這邊大廚哦？哦，沒有。對啊，我看你在主料理，人家做什麼大餐給我？今天準備咖喱飯。哦，咖喱飯就是你們的大餐。對啊。哇，你們平常就吃這個嗎？沒有，我們偶爾才會做。回鍋的話，隨時放在冰箱，拿出來熱一下，馬上可以食用。對我們來說會很方便。哦，方便性。對。哦，期待哦，啊，靠你了啊。小鳳廚嘅茶誒，要講起附近嘅現場。這個項目是模擬我們在火場裡面可能有一些長時間的工作。氣太高，為什麼有人 CPR 急救回來，可是人沒有反應，這個人就有可能變植物人。捏他的鼻子吹2口氣，一次吹1秒。就在那一瞬間，他是有生命跡象，你覺得你是可以把他救活的，但是結果還是沒救活。愛槍已失控態，太個恐怕會大掉時。桃園市龍潭區民生路的區牌上面是愛共國際桃園市龍潭區民生路。家都小鳳水地度啊，有接到嘅附近嘅經過，故所嗌到一下就停定。小鳳水嘅茶誒，會講起附近嘅現場。家長都嘅做下，佢看人呢嘅大餐。係啊。不用啊睇。係啊，天天就業務就來呀。全部用白話啊，很夾個通做當夾，加油加油！也係隻工作，真難，咩係真重要嘅一部分，真爆響嘅時間。天天看佢哋嘅通作全部就當夾，哇！佢真人當緊張都會胃痛誒，啊！佢成個地都會有一種想法講，面前然後去面對嘅都係很樣嘅情形，會有危險冇？小乾燥係嘛？哦，
哦，现在天干物燥啦，你这个整个万一烧过去怎么办？莫个烧了，个成年要打电话报了哈，个盐啊哈，动态会车到个木嘅地度去啊。啊，明爷莫个烧嘅哈。海鲜。啊，按这些事情习惯做，做乜嘅會有你我嚟打119，事情太細後，我大錯天發，我打乜個事情就打119，結果咧，人出去再轉來咧，都是有搖架一批就以為強哥在這時候在住宅一擺，等佢住後掉出來，都是做就高高滾。可以開動嗎？大家趕快吃吧，飯不多啊，用搶的。其實加咖喱飯吼，請再簡單不過誒，乜個東西請好食，都是有嘅東西請好食。故說吼，基本咖喱飯嘛，分量又沒當到，太加大部分啲人搶定嚟食嘅時候，真件當好食，真件嘅太傳。記得食飯哦，當辛苦，食東西當青菜啊。假使我係記得會咬的，沒會吃到當唔pan的，這個係生人因為21層飯，正常的飯就冇pan飯，全部是嗆嗆的哈。哦，我覺得這樣子真的是很奢侈的享受，可以這樣子全部湊下來，從下吃飯哦。不過我呢跟小虎決定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一頓飯給你們吃。哇 ，OK 嗎？好啊，好，很好，點菜，點菜嗎？好。我想要吃清蒸鱸魚、烤肋排、佛跳牆、炒萝卜糕、鲟龙鱼。至於你呢？反正我們這邊都客家人蠻多的。你沒他打你沒？哪裡？哎呀，給你好什麼吧？客家小炒的。哎呦，炒牛。因為做街客家小炒，我是其實以後學嚟啦。從我經驗係第一排喺軍隊公園，因為第我經驗第一排冇法度喺波卡公園咁樣，然後本來是冇法度啊。我記得消防是走了第一線嘅救災救護人員，對 NDA 社會貢獻度係最大嘅啦，係有佢嘅價值啦。嘞。大家都點很多肉嘛，有魚有肉，那我這邊就也是差不多啦，就點個波士頓龍蝦好了。哦，好委屈哦，不好意思，好委屈哦。小年夜好，像講嘅就大伙兄弟我排班，過年沒賺的，年小年夜俺冇得賺的，然後後來拍一張照表示，乃是都是等於一嘅事情。個下食個咖喱太傳嚟，一下我作定23副來體驗，全部就死啦嘢，我死乜嘢？你哋做得到也做唔到，唔過當其他。好，預備。第一個項目是那個模擬實際到達火場，那我們全副武裝，背着各項裝備，包含我們的苗子，包含我們的噴水器，還有我們的水袋。那爬到3樓以後折返之後再來會有10項的訓練。OK， 這個項目它會在廣場前面走2圈。這個項目是模擬我們在火場裡面有一些長時間的工作，那一樣要維持我們的耗氧量。好，下一個項目我們是翻輪胎翻10米。翻輪胎也是模擬我們在火場裡面就是搬重物的情形，那就是你在搬重物的同時，你還是要控制你的呼吸頻率。救災咁樣嘅體驗啊！一開始就鐵起層嘅，一順風嘅，我做嘅20公斤，順風拿定咧要20公斤，故數規身咧就40公斤咧。所有嘅大火兄弟，就算唔係講當日我去救火，唔過記得就已經保持咁樣嘅體力，當日就訓練。一次都講，也係一定要當有體力嘅工作。Hello， 各位朋友，我們現在在體驗這一個消防隊員的工作。你個耗氧訓練吼，我是建議吼，平常時有包鹽的人吼，莫再包，我行較少包。記得免落帶上去嘅時候，做你個上腰捏腰盤，開始天空下兩鋪白絲了再下來，開始我轉唔到氣了。個天醫館哦，佢開始緊張了。你平常時你跳以後就當吃油，涼涼的空氣就吃到當吃菜。佢一開始帶上以後就啊，對就開始了。喺天空嘅兩鋪啊，喺辦嘅裡內啦，吼，佢
佮开始身体已经起来的时候，佮正经拄唔掉，你就紧抓吉他哩，吃到当抓唔到空气用诶，跟用我拄袂掉，跟某一天的体力吼，迄趴很多诶。趴下去，气在下，气比太高。我会不会卡在里面？有可能。出来了，进不去啊！我怕我，你好喘啊！我怕不是，我怕我只要进去卡住。要整个人趴下去，手往前伸，这个气体才不会卡住。如果不行的话，你大声叫，我会拉力出来。对。为什么好丢脸哦？怎么办？不行。好，加油！手往前伸，手往前伸身子。好，来，开始往前了。好，用脚跟，用脚尖的力量去踢地板。月姐，你只前进了5公分，你就放弃了。真的不行。我扑啊下去，就发现我强强没办法跳起啊。咩唔知也系咪一种幽闭恐惧症？不过我平常就唔会按用啊。我真也发现哦，也全部训练周围都，上周在做消防队员的吧，我就没办法。OK 了，来，谢谢大家。面罩我们先脱掉。回到地球的感觉。啊，还像个人嘛。我以后一定要爱地球的。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的体验？我的妈呀！非常非常棒哦，全身都湿了。我卖啦！这个叫这么正式的方面还晚。各位学长，那我们今天对不对训练的课程就是我们 CPR 哈心肺复苏术。为什么有人 CPR 急救回来，可是人没有反应？那叫什么？植物人。对，植物人。那我们为什么要做 CPR 的原因，就是要抢这个时间，避免它变成植物人。所以为什么说4分钟之后，你只要不做这 CPR， 他脑袋会开始脑死，这个人就有可能就变植物人了。上2上3上4上5上6上7上8上9上。我们这吹气的动作，就是打开他的呼吸道，捏着他的鼻子吹2口气，一次吹1秒，这样，吹2口气，然后我们再来做第2个循环的 CPR。我知道个 CPR 係所有嘅民眾就做得好嘅東西，因為唔學起來吼，唔定那樣是唔做得用得到，係同時用嘅一個急救的技能。我想到了，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就在那一瞬間，他是有生命跡象，你覺得你是可以把他救活的，但是結果還是沒救活，就是在你們的那個手上就這樣劃過的那一種。很多。喊到菜哦，我要嚟綁菜了哦。哎呦，火警2個去看下嘛。真的。加。那咁樣仲冇有誒。冇體驗。愛唱一聲澎湃，太過澎湃，大條線。我想到了，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就在那一瞬間，他是有生命跡象，你覺得你是可以把他救活的，但是結果還是沒救活，就是在你們的那個手上就這樣劃過的那一種。很多。就是歐卡記錄的話，我遇到的案件算是還蠻多。歐卡是什麼意思？沒有呼吸、心跳。對。會不會很喪氣？剛開始會，那個可能自己的感情比較沒辦法說，比較會帶進去現場。那後面可能是慢慢說要調整自己的情緒跟那個心態。什麼樣的經驗讓你們留下你們自己的男兒淚的？應該是前2年那個火警。保齡球的保齡球。雖然我沒有在現場啊，可是我同學他是救護車，他說現場他去幫他們6個抬出來。其實有時候我自己覺得我在講這個事哦，我會覺得沒辦法克制。最難忘其實是我們同仁的離開啦，就意外失去他的生命這樣子，心裡一輩子的痛，所以那個感受特別深這樣子。如果不是這個行業的人，你應該沒有辦法感受到我們心裡的痛。所以你們真的要好好保重，救人以外也要好好保重自己，因為你們真的很重要。經過基本嘅對佢哋嘅認識，然後體驗佢哋嘅工作過後，我今天啊，我唱佢哋是喊得澎湃。
市场多诶。龙潭市场。系啊。哦，你当然啦吼。每年入嚟看下，看这咁多人送菜嘛。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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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哇，根本嘅市场人很多哦。哦，东西之前哦。哎，既然你今日平常做咪不用亚味嘅。好，我欢迎做成你哦。每年啷个想办法好？啷个做？请问唔系亚市场嘅主理嘛？嘿嘿嘿，请多。眼嘅嚟啦。哦，俺小，俺这客家天菜吼，玩意盘菜，里面上来煮菜吼，我平时往出去大火其实啦。你说什么家用两个风中的喇叭，放喇叭。哦，没问题哈。这个哦，麻烦等下就哦。哦，就丫头。嘿呐，像咱金佬一家，台湾一家用来专做生意哦，这金佬我哋大概做。哎呀，就做这。哎，就做在做工班哈。哦，没什么。好，慢，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就是客家电视台欢喜盼做嘅主持人，我是阿叶嘞。我是小虎，过年唔多诶。今日来到龙潭，我做翻份果品消防处嘅大火熊 T 恤。希望大家来结缘，唔到出菜，我到出力，乡下最传团圆饭，本辛苦嘅大火熊 T 恤。喺度咧欢喜分享，当主以前我变到三火里嘅集结所。欢迎大家乡下来欢喜盼做啊！阳光生活诶，是三分享这里三火。係啊，你就都在唱緊歌。好建議哦。都會啦。三火。哇，你看，要很多菜哦。哎，幾隻可能喺呢種。哦。李正爸。楊英咧。嚟到嚟啊。係啊，我嚟幫菜了。多謝啦。原本嘅我哋去嗰片消防處，做兩種作，估數我有兩種作嘅菜，做得嘛？做得。菜頭、鹹菜、芥菜、玻璃菜，乜嘅都要。我想去做長年菜，估數我係芥菜。哦，好。好嘛，今日就出隻棒了。哦，出隻棒。哎呀，哇！好，嚟個排條啊。好嚟。哦，當翅啊！要拖我，最講最嫩咧。係嘛？哇！哦，當睇條。好，我嗰啲菜。哦。哇！耶！哇，很睇條啊！真似呢，我覺得下來呢。哦，很厲害哦。講哦，有菜好煮哦，你煮菜哦。愛前菜啊，尤其係一下過年的一個時節，大家就當無閒。剛開始個下，我想到講，哇，去市場可能就冇人會讓我哋聽數。好彩鴉片的個沙器，真件係動有互相嘅愛心。看起來實在係來做啲盤作嘅嗬。唔過盤作我用盤盤作定，點樣想辦法呢？係咁樣。你有食飯啊？唔呢咧，我就去客家電視台歡喜盤作啦。係啊。係啊。這是市場有談到放鬆，所以我也想到我哋可以做翻盤小房吹嘅大部熊 T 恤，想去來人家兩種作嘅作定老盤喎。哦，冇問題啦，一定要這樣。哇！多得啦。多得，我還要贊助280月份的事。我多幾盤哦。自家肉嘅，好哦。挺好吃哦。啊，是這樣。先把
把所有的食材通通放在桌上，然后我们开始来分配一下工作。我根本要做的，唔要太传统的太出来，就会希望做你客家豆腐、卡地肚嘅妈妈嘅面食。我喊你个老爷菜单老太家哥讲一下，铁咧剁鸡盘，好，要分吉酱，吉酱要先要调米糕，调吉酱慢人来做，好，个混葱盐菜慢人来混。好，混葱盐菜，好，冬瓜酱蒸鱼给我蒸，好不好？哦，我超会蒸鱼的。好好好。亚拜来吃到情感通的，就会鸦片给沙琪给妈妈，全部就唔免挨到去一早摇唱来，迄记就差不多有1早休息，冇想到来到暗度嘅，本来挨都想讲，有一两个来听书，安样就当好嘅，结果冇想到来到10个嘅，亚到妈妈吼。就会杀起给妈妈。对，它换一刀，你知道吗？就比较好喝。这是。我按拄好早先去市场买菜啊，有糖的，嘿，还是想讲，哎呀，按好的机会哈，跟这些弟兄哈感谢，但是讲5年前，啊，这个唔拄好头木档跌下来，你表弟兄都有去载我去医院，所以我要用感恩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活动。特别做康肉，然后会顺干，当欢喜来到参加咱个节目，小风吹当辛苦。我这边当欢喜，主本比较的说，我真听。其实我今天刚好放假，是跟我妈妈一起来。我本身是做服务业的，也能够了解说他们在过年过节啊，没有办法一起跟家人团聚这样子，能够来为他们有一点就是服务的感觉，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心，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虽然今天很冷，可是心是暖的。桃园市龙潭区中正路18号火警。哎，有火警呢，我去看下吧。这是真的。看。中正路48。出行是中正路的。我当时吓到就讲，哎呦，迄枚制作单位写，结果唔咩，迄真紧的，叫到冲出去作衫作好，查上地试出去，无多1分钟的时间，真紧动力还去赶紧走的呢。部长。会有点危险啊！那苹果皮很滑。这个葱花有钱，葱花、葱段、葱。我知道要用的好这样来切。英雄无用武之地。小虎，我用戳上戳下来做嘛吼？看，冇爱用啦。唔先去体验。体验乜个？鸦片我要戳上戳下，肯定当电影闹的。好啦。OK。哦，你做菜。下摆来到东道嘅沙琪嘅妈妈，本来想讲啊，拖动咧，有记得清楚冇问题，然后我就让我嘅菜单拿出来验嘛，结果就发现所有的妈妈拿出来难用，然后自家就去做自家，这种事我有得会笑，讲讲哎呦，冇参详，都在做得出来，又做唔出来，冇想到佢竟然当杀数哦，然后一下2种做这菜，全部就做出来，韩国很竟然当有客家味。下一个主力比赛。啊？这我就不会干，这个时下就没对这样。摸脚尖。出班的时候，也记得突然间他讲，好啊，刚去体验一下个体能训练好，你嘛个负载训练、有氧训练、还是训练个什么嘛个，结果去啊，计算器唔免研究的呢。你要讲心得啊，叫人都记准啦，你嘛，计算器唔免研究的成法啦。哦，我体验，改变专业做出来，
消防区很没瘾待的地方。因为我有点龟毛，一定要把这个里面的那个血先把它冲掉，这样子才不会吸。然后还有这个。底下爱整呀，迄种冬瓜给整。呀，冬瓜，要得妈妈送的，然后就会显得鲜呀。葱诶，咱这位姜嘛，然后等伊整好出来以后，葱诶，咱这位当放落去，油吃下去就会动。好，这上面成熟啊！哎呀，有纳斯的啦哈，你让不？现在剖出来的嘛，这样子很漂亮啦，很漂亮哈。我再拿去给那个阿姨。来，咁样做法，冇。有没？冇提嘅，冇提嘅。你香港做嘛？冇。好啦，香唔香？呀哈，好嘞，唔是去体验。今行的人都有个 A 计划。A 计划。你的工作哈是按用的性质啦，还原饭是没法度都不好学，按用。回头看看今天的神秘嘉宾是谁？哎呦，谁的？愛唱意識紅牌，太家恐怕會打掉時。好嘞，唔是去体验。今行的人都有个 A 计划。A 计划，A 计划。其實哈，一個我哋 A 計劃啦，喺一個防疫派出頭嘅安排打破上天，佢今日拄好就做唔起，好甲佢講到講，佢想要是媽媽煮嘅客家炒麵，因防疫派出咧就頭嘅聽夾分區長滿到夾每個天巴，頭去再夾媽媽來，帶隔壁嘅做客就煮會出，佢講佢想要是咧客家炒麵。黃媽媽，哎，你好，你好，黄妈妈生意是你的儿子吗？哎，对。当初我大天发播的时间啦，你做嘛会参加亚白发通？我启动刘啥东诚意，而且哈，我启动的很辛苦啦。一方面工人多嘞嘛，他生意今年年夜饭冇法度都不下手，我想讲，该对你到攀走，没请好啦，真对你到些年夜饭很有啦。今日做停下来是安尼团圆班，因为今年是中了嘛，系呀，你像你妈感想？你的工作哈是按用的性质啦，还原饭是冇法度都不下学，我想讲，大家几看到人家要分红包嘛？当然佢都我准备啦，真嘅哦，完全好。真晓得啦，真乖啦。那好嘛？有下咸咯。你嘛做得嘛？做得好。做得嘞。做得好。好呀。哎 ，Plan A 计划。让的表演片差不多整10分钟就好完。好嘞，将冬瓜整的，根本也爱亲手做的，然后爱本人都给大火上去夹出来。让你们久等了，我们的小年夜饭终于可以开动了。不过，我升班之前，我先生问，你顺丰的亚种做的所有的妈妈，
因为亚的会吹黑记得你爱你煮的。我们先谢谢他们，好不好？不过对嗨，因为今天是小年夜，所以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神秘嘉宾。会不会是红瓜来呢？还是张飞来呢？哎，你们有没有想要谁来跟你们一起晚餐？有没有？林志玲不要想了啦。没有。真的喜欢民主姐姐。打电话，打电话，我这打电话。没有了。真的，下次我带他来玩啊。我们来回头看看今天的神秘嘉宾是谁？哎呦，谁的？谁的？是谁的老婆？是谁的？啊？为什么不敢举手呢？是谁的？不敢承认呢？嫂子好，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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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要发红包啊！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倍感幸福的感觉？哈，大家都没有，就只有你有嘞！哈啊！想说是明珠，我家中的明珠，是吗？家中的明珠，是吗？家中的明珠，掌上明珠，对不对？哦，好。大嫂今天是小年夜嘛，就陪老公还有所有的弟兄们一起吃个晚餐 ，OK， 吃个团圆饭，好不好？好啊。好，那我们就真的开动喽。记的铁路好辛苦啊，相信你袂体谅真是动很强，所以相信我都不开始拍，很感恩你们，让我可以跟我老公一起过年夜饭，谢谢你们，真的很感激。这个菜叫长年菜，那在客家的家庭里面，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吃长年菜就可以长命百岁，好，这是很吉利的一道菜。还有含猪肉哦，是你弄的吗？含着哦，我就两底本来哈。是啊，这个是很客家的特色料理，就是长豆从胎位把它晒干，然后煮的汤，吃起来就会回甘。等一下要挑选哪一道最好吃的哈，然后那个鱼是我做的，这个最好吃这个，怎样？通通都很好吃。来，我们举杯好不好？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妈妈们呢，除了要恭喜发财以外，还要身体健康，对不对？大家身体健康，会哦，好等有唔对哦，要用工作室做唔出来哦，小土要用技术抽啊抽的。冰水冰一啊。这个马是明天要吃的，是不是？目前为止只有哪一道最好吃？我还没吃到。没加。这样子菜够吗？够。可是我们还要加菜哦。我们还有一道菜，也是我们客家人过年很具代表性的一道菜。那这道菜呢，我要请今天另一个神秘嘉宾端出场。紧张了啊！接下来要点名谁哈？来，我们回头看看今天的神秘嘉宾会是谁呢？是谁？我敢做，放一下米。妈妈讨压岁钱讨到这边来，准备好了没有？有吓到，你那天不是问妈妈说谁打电话来吗？我以为你知道。哇，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感觉。可是他刚刚又赖我说今天会晚点回家，叫我门不要锁起来啊，他不知道。这个时候呢，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你看你们两个抱一下，很温馨。哇！刚讲到遐神秘嘉宾要来去蔓延的时候，是根本唔对。结果一出现，迄家妈妈就有条件去上我说咧，妈妈做的客家炒肉，跟面整个客家呢，那一刹那的表情吼，还是真係同感动。因为过年过节嘅虽然做唔对不同，不过冇想到家妈妈条件去上说的菜了，也就会欢喜翻这个心情，对吧？
6吧。来，请大家，各位弟兄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参与这个活动哈，就是要来感谢大家。好，因为我5年前从屋顶掉下来，不晓得哪一位弟兄去载我去804的，所以我就很乐意的来参与这个活动。好，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哦。这顿饭是有意义的啊。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水果。这一盘水果呢，是我们年纪最轻的一个妹妹，然后她削的。那这里面呢有苹果，然后希望你们呢出勤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好，然后还有橘子，大家大吉大利，好不好？谢谢。男朋友负责对啊，征婚吗？那个80。妈妈有急吗？很急哦，尤其他爸爸更急，他爸爸一直希望他赶快成家。将太乙都改变哟，风南中风欢喜喜。要不要提供爸真有保佑啊？因为吃饭的时候，金波梦想有梦的事情发生，就真的不要好好西传团圆饭。看记到佢食饭的时间，哇，他真的就会是澎湃，看到吃到东南酒，心肝要吃到东南酒。各位志工妈妈，我们谢谢你们今天，谢谢，丰盛的一餐，感谢你来了，谢谢。人这样有缘分了，就会得到拄好穷哈，是吗？这就是缘分啦，好好把握。有吃饱，母吃饱，吃饱了呀。快要吃饱吗？有吃饱嘛？过生，你昨天想吃泡面还是蒙面子啊？继续吃啦哈，好，尽量吃。用班同心吼。来，看到咁嚟啦，冇講咩嘛，Plan A 嘛，計劃 A 嘛，哇，嗰度幾咩哦，嗱，點見到咁乜天樣全部都好嘅，冇樣料。係哦。今日看到安多嘅你客家嘅媽媽，天天你煮菜啊，我每次都當感動，當少男嘅感覺。雖然講攞杯甜食當寒，不過心係當溫暖嘅。當笑嘅。新年當快樂。難忘嘅新年。handphone